来看英国保守党政府要甲偷渡的非法移民送到卢安达安置的计划，10月互法院裁定违法，也毋过因又搁上诉。昨英国的最高法院是认为，这非法移民去到卢安达，嘛可能会搁面对迫害，所以维持进前违法的判决。也毋过英国首相苏纳克随着表示讲，准备要以紧急法案的方式，甲卢安达认定做安全国家。望讲遣送非法移民的回程记录，会当伫明年的春天就出发。保守党强生政府2022年4月所提出的，将非法移民送到非洲卢安达的临时庇护中心安置，并且禁止因重新登到英国本土的计划，一直做有法律战。6月和二审法庭裁定违法了，如果上诉到最高法院，15判决的结果出来，最高法院5位法官拢赞同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这项政策无符合国际条约内面英国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这份56页的裁决书也讲。卢安达有可能强迫想要寻求庇护的人甲难民，长期因有可能面临迫害的国家。It's a reminder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and it's timely that governments are told that they have to sta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law. 判决结果出来了几点钟，苏纳克就开记者会宣布，将会以紧急法案的方式，将卢安达标定成为安全国家，和遣送非法移民的班机伫明年春天会当出发。So I'm also announcing today that we will take the extraordinary step of introducing emergency legislation. This will enable Parliament to confirm that with our new treaty, Rwanda is safe. It will ensure that people cannot further delay flights by bringing systemic challenges in our domestic courts and stop our policy being repeatedly blocked. 英国到即马已经开1亿4000万英镑伫咧这项计划，不过去年6月第一代将非法移民送登去非洲的班机，伫咧出发之前，和欧洲人权法院介入，到即马拢也未出发。苏纳克政府强调，这项计划伫咧协助英吉利海峡的偷渡行为是正重要。今年偷渡的人数自去年的46000人减做27000人，不过伫苏纳克年初所提出的5大承诺内面的停止偷渡船，也阁差正多，而且也扩大保守党内部右派甲温和派之间无同的意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